的户外实景节目，特色都会带大家行业太刺激去冒险。有了任务做得自家完成，如果遇到比赛就会来同朋友合作了。特色我也都会天天成员慢慢去了，接受各种挑战，向下一集拳金木水火土。我从18点钟。下礼拜比赛人有顾志明、吴彦權、史念群、朱杏花、陳振生、何小恩。48點鐘嘅演舞已經過咗一半咧，第二日談熱天嘅演舞當中，陳振生氣體腳放火，顧志明又好設計一點跳，史念群動有耐力，何小恩頭一擺做始終。吳彦權行上架，朱杏花行下架。不過大家都當有決心愛完成任務。今晡日又有新的挑戰等等見到，不過在正式接受挑戰以前，先來一個好高的素材。越陷越下去了啦！不要拉住我！不要拉住！不要推我！他们两个又像上次玩泥巴一样，全身都弄脏了。今天早上我们先去活盆地玩踩泥巴的游戏，然后那些男生还一直把脚伸进泥巴里，陷进去拔不出来，把脚伸出来，然后再用手拔自己的雨鞋，拔了超久的。而且我们还一直在活盆地那个木板上走来走去，那个活盆地好酷哦！然后踩下去它会动来动去。好来，不要往，好，继续。好深啊！继续。我喊1、2、3，要跳起来哦！啊，1、2、3。看哦，上面有没有泥巴哦，把泥巴弄起来。大家老三夫搞到做作，也下嚟到傳統嘅洗衫褲，自家洗自家嘅衫褲，大家見到見洗，搞到猛熱跳。好高的上舞副體驗，大家聽嗲嗲的轉到熟悉，比賽就會開始誒，大家咪天天緊張起來。南方兩隊都係上百積分前高的人來做隊長。今天的隊長，在你們旁邊的2個隊員，你們要選一個人去跟對方交換。為什麼？周興樺、森哥，你們2個交換顏色。很好，很爽，很開心，因為我原本就想來這組。有一點點難過。因為我跟他分開。今晡日嘅比賽係自家來做足派嘅，我考驗按到推演有個項目，為強下合作哦。韓國啊，我有神秘嘉賓哦，上來我係乜人哦，等下就知了。比賽以前2隊要先畫出題。最喜歡黃隊身體，這樣最簡單。還是什麼？不要，那太單調。想好了沒？這邊先打。畫一隻黃色貓，然後再打籃球，然後後面畫着有觀眾，然後說黃隊加油。黃隊勝利還是黃隊？黃隊勝利，黃隊勝利。
王翠当家就讨论出二万物嘅南翠嘅做很快，一种还唔想接受阮做嘅一件事情。我想回去。我想回去。我来换。做很快地副卡错台，有一个老太，一个老妹。我平常做的事就是看书、画画跟编织。这一幅是我和我妹妹一起做的画，安娜是我妹妹做的，艾莎是我做的。编织学了2年半，我想说编织应该很好玩，可以编出各种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还想说自己可以编一件毛衣自己穿。姐姐她常常帮助我跟弟弟，她也很会安慰弟弟。希望姐姐尽力就好了，希望你可以加油。要画，现在想画什么图案啊？快让我画。你看什么了？我好伤心哦，我想回去。就一只是在这里，就一只大字，然后背景用红色、蓝色吧，随便都可以啊。很难啊。蓝色就这种蓝，好，背景浅蓝，这种蓝，我觉得这种蓝色。我们的蓝啊。好，队长请坐。两只鸟停在树枝上，然后背景是浅蓝。就希望我们可以跟鸟一样飞很高。好，可以开始了。伫做喙齿的过程当中，大家天天来培养新的默契，喙齿总算发好咧。两喙要开始面对自家做做牌的挑战了，大家都有听出一样的决心。自家做做牌，大家向下合作来做，先做好一个喙就得1分。专家还会看团队精神来加分。那个小孩子在后面跑过来。神秘嘉宾原来就是林玄晶。今天大自然是新兵嘞。还有甲同学向下来听书，因为今天的任务要有人听书，怎做会好？今天我们来这个地方是要做自力造法的活动啊。那自力造法我们有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组织捆绑啊，第2个阶段呢就是下水体验，那第3个阶段呢就是拆解归位。那现在我要教各位的是一个组织捆绑，这个也是在训练各位你们的团队的默契还有呢你们的沟通协调的能力。好，把竹子放好之后呢，来，我们现在从这个双套结开始。双套结呢，我们把绳子拿着，第一个动作呢，把绳头直接抛过去就好了。然后呢，手把住绳头再抓回来，在绳子的上边做个交叉，然后再把绳子再抓回来。从什么地方呢？2个交叉的正下方交叉的正下方穿过去，就这样子把它穿过去。穿过去之后呢，把绳子拉紧，就这样子拉紧。你们看，人家看起来是斜的。对，斜的，就好了。请教练，再请教练帮你们看一下吧。对，你这边我们这小跳怎样？进去后那被吐掉了。好。我只听得懂叭叭叭叭。刚刚讲太多。这边。就手绑不住，不会死，对，不会死，只会掉下去。非常。这个对呀，对呀，没有错啊。我们都没有跳啊。现在开始跳啊。哇，果然厉害。
像纽扣一样，1、2、3、4。缝纽扣是不是从下边，然后再从这边再拉上来？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式缝纽扣的方式啊，开始绑一个四四方方的。再来呢，就是往回绕，当成是缝纽扣一样，把纽扣缝好，拉紧。收尾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用双套结来收尾，好，拉紧。那个教他的结，教他的就这样拉紧，再紧。好了，够了。我不想掉下去啊！给我，就是这样。对呀。好肥啊！对呀。再来，快点，有没有绑紧？紧，等一下，这个没有拉紧。好拉紧。你没有拉紧的话，等一下你会划船出去游泳回来哦。我会有，我6级。哇！教练，我不放心他们，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我继续讲吧。从绑后面的。我这里。确定你要这样，等下会垮掉。我觉得后面会垮掉。对。后面，因为后面是那群人，而且他们绑的时候疯疯的。你在干嘛？自己又还没绑，是不是应该要先去买一件泳衣，待会要丢？我会让队长。不好玩。不是。同足弓踏好起来，两喙再个照全家的姿势，同塑胶桶的踏起来。亚世界风吹已经准备完成任务，爱插水去了。七家做做牌，风吹先做好得到1分，专家因为风吹的团队精神，再个本期也得加1分。下年的任务，蓝翠用办法同分数抢进来无啊！强心创作牌没问题，白翠的翠员爱强心合作，老做牌唱到对面的洗手的头前，算得好有4题题目，看晒题目，再个创作牌进来看慢人写题答，先完成的翠得到1分，按错1题再个加1分。风吹本蓝吹讲得顺好，快太嘞，紧唱紧飞。大家开始调整方向。哎，第二片呢，你要得爱去哪呀？听听的前头有亮嘞。旁边的人那个一直滑到旁边。我一开始觉得我们这一队会输，因为我觉得他们那队蛮厉害的。因为我没有滑过船，所以我只能那样。到了！拿走啊！看，要建起来啊！还有。白鹿吧，很到了，追到，
南翠顺势倒转来，王翠停第400年，富顺还有水冲一批的呢，因此要强行合作。水，你们就一直回头看的话，速度会减慢，所以就没关系，不用管，因为最后划船，不管是跳水还是划船，都会全身都已经湿掉了，所以就没关系。好，小心你们的脚，小心哦。好，小心你们脚。3个游客中心，这个应该是6个。第2个6条步道，然后第3个不知道。第3个有多长？3公里。对，3公里。日环环潭步道，3公里的30。唔好听草本一张去3公里嘿。是吗？刚才答案是什么？几公里？确定？第4个个。我在说白鹿，因为是白鹿带他们到月潭。看到南水已經到位，黃水鬼吹嘅人都知道無希望咧，連方向都亂開咧，無名之地。無理咧，總算還係撐到富順。幫黃隊加油啊！黃隊加油！來這邊回答問題。遊客中心，台南公路13公里。然後有幾個那個遊客中心？3個嗎？是3個吧？3個嗎？3個。然後那個什麼有幾條環潭的那個步道？環潭步道有幾條？有人知道嗎？有幾條？3條、5條、15條？好像沒有4條吧？4條。隨便亂打的，可以跳下水。經過按激烈的比賽，大家常常愛跳熱冰冰涼涼的湖水都好，風勢的享受按天然的氣氛，也是一個很特別嘅素養。跳水我是有跳過，可是我沒有穿着救生衣，而且跳那麼深的水，覺得很好玩，再跳100次也沒關係。我最喜歡跳日月潭，因為跳下去的時候就冰冰涼涼的，很舒服。今天很好玩，因为早上也玩泥巴，然后下午玩都很好。
速度比赛蓝翠赢的，问答比赛两翠平分。王敏，你觉得谁会晋级？陈振生、何兆跟那个吴彦锦，还没有你啊？因为他们都很强。啊？应该不会。真的、哦？石妍希呢？我不知道哎。你觉得你自己会不会晋级？应该不会。希望能晋级，不过还是有点难。准备啊！好可爱，跟我一起看。积分清高的三位是何小莹、吴念群、朱hen花。为什么是最后一名？就很惊讶。我上次没有那么认真，这次有比较认真。然后上次是那个，上次我没有那么有心，这次比较有用心。我对这次的成绩还算满意的。我分组的时候，本来对就是那两个就是何兆恩跟陈振生，本来那两个名字我都记不起来，然后现在就是比较少人，就是只剩6个人的时候，这6个人的名字我都记起来了，然后就比较熟了，因为大家都玩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跟谁在一组都没关系，反正都是一起玩的。下次没有我了，和古志明，还有石妍希。然后你们会有新的会补上来。现在你们都知道哪3位晋级了，所以我们要先抽出另外6位里面的3位，跟你们进行下一次的一个挑战。罗安佑、张永达。下一道参加比赛的人有何小妍、吳念群、朱hen花、朱安佑、羅元珍、張元泰，要用乜嘅音符等等記到呢？这边。快点，快点！